什么代志啊？赵先生讲，培培的妈妈死啊！啊？是什么时阵的代志啊？已经一礼拜啊。啊哦，无怪佩佩这几天拢伫咧想妈妈，做梦哦，嘛伫咧梦妈妈哦。赵先生啊，阮即马是要安怎做？先甲囡仔接转去台北，然后佮重新办丧事。佩佩，你要跟阿姊去台北住几天啊？无？好，甲你的金花莲过来。搁爱照我的翁啊！我足欢喜的，我搁用个看到妈妈。阿姊，妈妈的胃搁会痛无？袂痛，一点仔都袂痛。真的啊？是安怎治好的？我唔知影。你哪会无甲问一下？以后妈妈的胃若搁痛起来，迄是要安怎？阿姊，咱什么时阵要走？睡着？即马就要去台北哦。唔是，咱搁爱去接东东。爸，啊，阿哥啊，爸，你明仔载去学校一个啊，好无？去创啥？去甲老师讨这个月考试的成绩单。安怎？你考第一名哦？我要寄一份，互台北的妈妈，互伊看了欢喜。哎呀，这是每个月考试，无啥物了不起的啦。等到若期中考吼，你就要考前3名，爸爸才来替你讨啦。废话，期中考的成绩单，免你去讨，学校自然会寄来。我无听讲逐个月考试有成绩单啦。哪会无？啊若无，东东哪会知影伊考第一名？迄一定是老师哦，家己统计的啦，袂当算是学期的成绩啦。那安尼，请老师开一个证明嘛会使啊。哎，老师真无用，才袂插你这种有诶无诶咧。东东最近哦，真想伊妈妈，寄予姐姐妹妹的录音带，阁无消息，着互伊欢喜一下，有啥物要紧的？哎，我来。若是写的找你啉酒哦，我一定要骂伊。切！喂，是啊，你找啥啊？啊？姓叶无？叶什么啊？叶焕元。哎，叶焕元是啥啊？哎，是彬彬的爸爸啦，我来。喂，叶先生啊，你好，我是东东的爸爸啦，是，啊，什么啊？东东的妈妈过身啊！着面甲秀秀来接东东，好，再见啊！你喊遐大声要创啥？故意喊互东东听。东东一定听到啊！咱拢无反应呢。我入去看卖咧哈。东东啊！哎，东东啊！哎，老爷啊，紧来啊！老爷啊，紧来！东东啊！哎呦！东东啊！东东啊！你是安怎啦？东东啊！
东东啊，东东啊，东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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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东东啊，去精神啊！爸，我台北的妈妈，敢真是死啊！东东啊，你妈妈的身体哦本来就无好，伊知影吼，伊家己活无偌久，才会甲你送互阮。唉，人哦本来就会死啦，只是早晚尔啦。平阿伯，伫台北时阵，因开会决定叫我走一逝，所以我就来啊。麻烦你踮台北找一个素清，叫伊代表我甲大家见面好啊。好，赵斌啊，你去困啦，明仔透早阁要开车。你放心，囡仔有阮照顾。夜来相思长，梦醒暗惆怅。黄灯隐隐照我床头，孤零零，夜来相思长，梦醒暗惆怅。黄灯隐隐照我床头，孤零零，寂寞念亲情，念的泪。石头真圆，月对寒窗，到天明。大看阿姐，起来啦！起来啦！创啥大啦？看阿姐，进来啦！出去，你出去啦！哎呦，你出去！哎呦，婉婉啊，你是咧创啥啦？你的房间垃圾搁臭，我来替你摒扫啊！秋华，你是咧创啥？
我看袂惯是厝内乱糟糟。嘿，你甲我的房间哦，变甲遮尔清气，我嘛唔敢坐，嘛唔敢倒，这才算是落饭卡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婉婉呐，创啥啦？你甲我讲，你是毋是咧想妈妈？当然想啊，若无想就毋是阮妈的查某囝。哎哟，你著当做吼，恁妈妈等于报地啊！伊要转去时阵，甲你讲吼，就爱足久，伊拢袂转来啊！安尼毋就好啊？才无好咧，以后我拢看袂到阮妈妈。我问你啊，你阿舅定定几啊年拢无转去，啊，你小表遐年轻，伊敢有对你讲，伊想因爸爸？啊，毋过因爸爸阁会转来，阮妈妈永远拢袂转来啊。好啦，你若想你妈妈吼，你就去想啦。你嘛应去的梦前吼，好好啊靠一下欢喜啦，啊！大哥阿姐，你真讨厌！你无甲我考劝，阁叫我去考。我要安怎甲你考劝？我从来毋捌搬过共考劝的戏啊！你是要叫我对你讲啥？大哥阿姐，你是毋是无介意我？无啊！假说你若阁介意我，我就无爱对新妈妈，我回来做你的查某囝。这要哪会用啊？你以前毋是一直甲阮妈妈讨我？迄是恁妈妈还未过身之前的代志。阮妈妈死啊，为啥样你都无爱伫我？以前吼，恁妈妈还阁伫个，会当甲伊来烧钱。即马恁妈妈已经走啊，伊决定的代志，搁较哪嘛袂当改变。婉婉，婉婉，你莫艰苦啦，至少你还顾一个妈妈疼你啊。无的确，我不如你的亲妈妈，唔知安怎去疼你、爱你，所以你一直对我有距离。也毋过我是全心全意咧爱你啊。妈，我以后会做你的乖查某囝。妈，你这2天去倒位啊？我拢伫咧台北，就是看我转去那尔，我爱趁钱嘛。我答案拢咧等你转去厝里。是啊，所以我来找大箍阿姊，请伊加照顾你一寡。婉婉，去替大箍阿姐买一包粉好无？就这样，请坐。婉婉的阿公甲阿姑咧，出去啊？你今日无去拍戏哦？无啊。你的外国朋友转去啊？转去啊！我即马搁咧做别项生意，逐工转去拢足欢的。周小姐，我伫我面头前讲你以后，永远是伊的妈妈。不过我的心内毋是安尼想的。你有婚，哪会叫婉婉去买婚哈？
弯弯伫的吼较无好讲啦。比如讲，你的生理做倒啊，你即摆生活又阁无规律，你袂当甲全部精神拢用伫弯弯的身上啊。是啊，我嘛为着这件代志足烦恼的。啊，弯弯，我是真介意啦。李先生，你的意思是毋是想要治弯弯？我是为着弯弯，我并无放弃弯弯。我是考虑着你的生活。你的生活佫比我好偌济，你的生活敢有正常？我加加请一个人伫厝内陪弯弯，照顾伊食饭困，安尼就应该啊。好好好，你莫生气啦，我只不过是凊彩讲讲的尔。也毋过你即马讲毋是时阵，弯弯的妈妈拄则过身了尔，我的生理佫失败。你在这个时阵讲这款问题，我怀疑你根本是存心不良故意的。周小姐，你讲了伤过严重啊！我讲的一点仔都袂超过。李先生，你上好是死心啦！歪歪是我下，上拢免想要甲伊带走。歪歪，甲分互恁大裤阿姊，干嘛转去？请坐啦。叶董事长，我昨半暝哦，有甲阮囝讲过啊，伊讲伊要家己找头路，无想要搁甲你麻烦啊。哎呀，你安尼讲就伤过生分啊啦！阮伫台北的总公司嘛是打成立，需要骹手，你会当甲范员斗相共，我是求之不得啊！李阿伯，我毋知影我会当做啥？嘛，即马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，真济吼学的甲所做拢无共呢。刁夫啊，你看你的意思安怎？安尼就麻烦叶阿伯替我安插一个工课，我来试看卖咧。好，等一下我交代玉玲，敲电话给范员，叫伊吼甲你安插一个工课。多谢。叶范员，范员，我是玉玲。哦，为什么代志？高阿伯甲高大哥来过咱兜啊。因走啊。爸甲高大哥讲好啊，互你安排头路。好，你甲大家讲一声。我拄仔接到赵敏的电话，伊去接东东、佩佩，拢接到啊。即马人伫咧泰安啦，真紧就会到台北。哦，我知影。喂。哦，叶太太哦，你好，你好。是嘞吼，我这2天拢咧无闲代志啦，所以一直无咧厝诶。下晡去恁兜会用诶。暗时哦，暗时恐惊无时间呢。好，安尼咱下晡见面才讲好啊。好，再见。妈，你今日应该找什么人来出来陪我？请赵哥哥找一个女同学，好无？为什么无要找裴姐姐？伊是东东的大姊啊。对啊，弯弯你足巧的呢。小等吼，我甲赵哥哥讲。喂，叶太太哦，我就是。就要接囡仔到恁厝啊。好，我马上来。妈，我来听啦。唔免啦，你去照顾冰冰啦。伫咧外国偌久啊，这寡风俗哈，拢得要袂记啊。我嘛无啥知呢，家在有阿桑顶顶下下拢是伫发度的。有妈的孩子下个吧，头的妈妈的花吧。
下不了。没有妈妈最苦恼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，离开妈妈的怀抱，幸福哪里找？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阿嬷，我来添好无？你坐2天的车一定足忝的，你去休一下啦。阿嬷，我袂忝。秀秀啊，你遮尔友好恁妈妈，互阿嬷嘛替你尽一点仔心意。多谢你，阿嬷。去啦，去房间内陪恁小弟。嗯。秀秀足乖的，伊又搁乖巧又搁巧，不管做什么代志，拢互人感觉足大心的。妈妈，你带我去找妈妈。妈妈，好无？好无啦？冰冰，你安尼是吵无乖哦。姐姐，咱来去找妈妈。妈妈已经会无伫咧，等明仔载，姐姐才带你去。连东东、弯弯、佩佩，斗阵去看妈妈。姐姐呢？哥哥，好啊，莫搁哭啊啦！东东，你哪用个遮大声喊妹妹咧？谁叫伊要一直哭，哭袂煞？你是查甫，伊是查某啊。查某拢同款，伤心就伤心吗？是安怎一直爱哭？东东的个性，甲伊妈妈实在有够像的。啊，周小姐请坐。啊，多谢哈。弯弯的迄领，阿桑已经替伊填啊。啊，真是嘞，这边哪好意思？周小姐，你嘛莫客气啊。叶太太想甲足周到的，也若无吼，我嘛唔知影要安怎。好啊啦，佩佩莫哭啊，好无？莫哭，乖哦，佩佩。哎呀，我差一点仔袂记啊！跟我讲，我要出去敲一通电话。阿姊，你是毋是要敲转去美容啊？是啊，弯弯的妈妈叫我去因兜住，会当顺续照顾弯弯。我想要问爸爸，看会用的无？安尼，你顺续甲妈妈讲，我真好，我拢无哭。啊？你要搬去周小姐因兜住，照顾弯弯哦？啊，因兜环境安怎啊？有方便无？哎哟，阮也无去过啊，你家己决定就好啊啦。啥？你要问恁爸爸？好，你稍等一下哈。哎，
啊，婉婉的妈妈哦，要叫素清搬因兜去住啦，照顾婉婉。伊问你讲，敢会用哩？我来。哎，素清啊，我有听你妈妈讲啊，你会当搬去啦。哎，王太太吼，会当做周小姐吼，甲囡仔互伊都袂唔对啊啦。你都要好好照顾东东，上好伊转来的时阵吼，你亲身送伊转来，好，再见。哎呀，这个小可代志，嘛卡长途电话来问，无结婚哦，伊永远拢袂大汉啦。什么是家教？这就是家教啦！我带囡仔袂唔对啦。对，查某囝熬吼，拢是你的功劳啦。哼，迄当然咯。过去哦，赵敏嘛讲过，互素清哦搬因兜去住，我就反对啊。甲一个少年人斗阵住，迄算啥？算你眼光正确啦。赵敏的妈妈吼遐尔啊啰嗦，若斗阵了袂好，早晚就搬出来啦，对无？一句话吼，你讲超过10遍啊啦。讲10遍又搁安怎？倒一个爸母的心，无伫咧囡仔身上啊！人咧讲哦，见孝代卖逢灾。即摆咱大家哦，都亲像是规家伙啊。我嘛唔惊恁甲我笑啦。我带我的囝去拜托叶东，替伊找一个头路。然后我搁去求我的新妇搬转来住，煞落搁要求我的囝去甲伊接。我是走到卡强要转去。而且吼，搁讲甲有嘴无烂，像我这个年岁啊，爱搁烦恼济。顾先生，你都无爱遐尔啊想会开啊！走，拢总走。我逐工吼，甲阮某做伙来受水，做伙去拍球，安怎开活安怎过。我伫恁两位的面前吼，算中啦。我这个后生哦，袂互我伤过操心，也毋过我嘛无杨教授遮尔啊看会开。原因是阮老的伊兴趣有真大的关系啦。阮太太哪有可能陪我去拍球、游水咧？哪有时间吼，伊就走去拍牌啦。爸，玉玲拄仔有打电话来问，5个囡仔分开大的代志要安怎安排？是啊，拄仔讲到这个问题哦，我咧讲阮囝啦、阮新妇啦，安尼生几年，嘛是有原因的啦。阮新妇转来大吼。若是搁甲受害囡仔拢带转来，恐惊吼又搁会生气啊！那安尼你的意思是你的新妇无介意受害囡仔是？因姑嫂吼一直拢袂下啦。迄无要紧啦，拢留在阮兜啦。安尼好啊啦，叫秀秀哦带一个来阮兜啦。囡仔安怎拢好安排啦，明仔载去墓地的代志，就照咱拄则所讲的安尼决定啦。好。好，范员啊，敲电话转去，甲咱拄则决定的代志讲互娘阿姆还有周小姐听。好。廖虎啊，人拢已经转来啊，你哪就搁甲伊激气啊？入去啦！伊叫你甲伊赶行李，嘛无啥物唔对啊。伊家己有2只手，伊是安怎无要摕？我毋是伊使用人。哎呀，伊是咧甲你塞奶啊！阿英转来啊！瓜伯，刁虎甲伊甲接倒转来，两个人一入门就激气啦。迄刁虎吼，叫甲行李赶入去整理一下房间啊，伊唔肯，叫伊煮饭，伊嘛袂见煮啊。刁虎应该赶行李啊！啊，煮饭咧，哎，拄搬转来还未整理好，出去食一顿嘛无啥关系啊。对啊，我嘛是安尼讲啊，偏偏吼，刁虎都唔肯较吞忍的，嘛唔肯吼向阿英仔来讲好听话啊。
好，我来去。爸，你唔赶，我赶。爸，阿爸，你行李拢赶来啊！你好好整理一下吼。唔是我无要整理，我是讲吼，翁仔某遮久无见面啊，伊应该对我较体贴的嘛。也毋过伊哦，性格比我较歹。是啊，这是调付唔对啦。两个人遮尔久无见面，即摆见面难免心肝头会感觉怪怪。假使讲伊愿意对我较好诶，那呢我就当开始讲心内话啊。也毋过你看伊啦，遮尔无情愿，袂输讲我欠几落万箍咧。阿爸，假使即摆吼毋是看到你的面子哦，我才不爱转来咧。阿英啊，算你会当体谅爸爸啦，紧整理一下，咱出来食饭哦。哎呦，阿爸，我这个人若一生气吼，物件我就食袂落啦。这碰讲吼，是我即摆小妹互我的啦。囥几落工，你要歹去啊呢？我想若是无食，等下嘛是拍算啦，所以我就摕来食。非得我饭嘛食袂落啦。既然安尼，你就留伫咧厝内整理物件，啊，我甲调付去食饭啊。好啊，做恁去，免管我。阿英啊，爸爸已经老啊，唔通因为我去伤着恁翁仔某的感情。假使你感觉我住伫咧遮无方便，那安尼恁两个会用搬去外口住。假使恁若要住伫咧遮，啊，我就转去报地。阿爸，我是无安尼讲哦。假使你想要转去报地，当然嘛是会用的。也毋过，迄是因为你袂放心恁报地的厝哦。对啦，阿英啊，等我甲收下迄几个囡仔的代志拢处理好势吼，我就走。阿爸，歹听话我是要讲正经。顾家的新妇，伫咧无因顾家的代志，我无话讲。也毋过树下的囡仔，你是毋通甲带转来。我是无才调甲照顾。我早就想到啊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暖心房。爸，你这是何苦咧？你啥物话拢莫讲啊！明仔载就去上班。爸，想看卖恁小妹伫还未死之前是安怎救你的？你是安怎袂当吞忍一个？是安怎袂当顺你的意啊？为着你5个月生啊，将来有一个所在通好转去啊！郭阿伯，我先出来啊！今仔无通过，我想要来看婉婉。哥哥，你哪会无要讲话？哥，你咧想啥？我伫咧想，妈妈死去了后，你真正就是周阿姨的查某囝。你嘛是啊，以后你就真正是陪姐姐的弟弟啊。妈妈无死之前，我一直叫是讲，这毋是真实的。东东，什么代志毋是真实的？无啊，因兄妹哦，喊你见面，互因去开讲，何必去管因呢？我定定一个人伫咧想，妈妈的病一定会好起来。有一天，咱一定还阁会转去妈妈的身躯边。毋过妈妈死啊，以后咱袂当斗阵耍啊。我知影妈妈死的时阵，我足气的。妈妈死啊，你为什么要生气？我气我以前无乖，唔听妈妈的话，定定让妈妈受气。
即马后悔有啥物路用？弯弯，你敢相信讲妈妈真正死啊？当然是真的啊！也毋过，我敢若感觉到妈妈无死呢。妈妈一直活伫咱的身躯边。哥，你莫一直讲即款话，甲我吓惊啦！我足惊的呢。妈妈有啥物好惊的？我阁毋茫讲，妈妈每一暗拢会当来找我。你莫讲讲啊啦，哥！遐尔啊无胆。假使讲我知影妈妈伫倒位，搁较远我嘛要去找伊。好啊，莫讲讲啊啦！你是安怎，弯弯？恁兄妹仔见面就冤家哦？哼！弯弯，东东伊喊你来呢，伊来咱兜是人客，恁该好好招待伊啊。嗯，恁着哥哥甲平仔姊咧？因伫咧整理房间。哦，妈要来上班啊？阿姨，天马上就要暗啊，你要去倒位上班啊？大人的代志，囡仔莫管啦。我只是感觉奇怪啊。哪有啥物好奇怪？恁大跨子毋是定定半暝仔去录影演戏？啊，这拄啊好，讲到你就来啊。我来看弯弯啊。大哥阿姐，大哥阿姐，好，东东你嘛伫遮哦。啊，大哥阿姐你好。大哥阿姐你好。恁拢来哦，哦，这足热闹呢。今晚伊叫我搬来遮住，会当照顾弯弯。哦。弯弯有人照顾，我就用安心去上班啊。素清，我出来啊。喂，是？哈？你讲啥？哦，你要找我妈妈？我妈妈无伫咧。我是培培的爸爸，请问培培敢有伫恁兜啊？啊？啥物？无？哦啊，伫刘阿公因兜。好，好，多谢，再见。小琪，走嘛紧啦。你甲秀秀因兜的电话哦，找互我啦。好啦。培培哪会伫咧秀秀因兜咧？爱拄毋伫啊！王太太因兜无电话啊，我敲去台南啊，业价的人讲哦，拢走去台北啊，敲去台北业价，又搁讲伫咧就爱拿遐啦，我敲去酒驾哦，酒驾又搁讲去牛驾。哦，紧卡。通啊！是刘教授因兜遐啊，矮细老，矮细老毕的老，爱叫老帮忙。哎呦，你的国语讲了无好，我讲比你较好，我来讲。喂，是啊，我是迄落中山的迄落饲阿伯。对，阿伯迄个啦，嘿，我说老太太。错啊！我老帮们，我是培培的爸爸，我要找培培。哎呦，喂，你唔免遮尔大声啦，我听甲足清楚的。你讲过你是培培爸爸。我知影啦，好，你等下吼，爹地啊，
叫佩佩来听电话。秀秀拄啊带佩佩去洗身躯啊呢。喂，佩佩在洗身躯，你等下才卡好无？是的吼，再见。唉，讲一个电话，讲遮尔大声要创啥？我伫恁兜住过2天，就是表姐甲你骗走一届啊。我看会出来，恁爸爸妈妈拢就听你的。啊，毋过因较早讲的话，我拢听无。啊，即马咧？即马会用的啊，因两个嘛咧学国语啊。啊，毋过敢若因两个人的时阵，滴滴嘟嘟，我也是听无。佩佩，你爱学会晓忍耐，互人做查某囝，一定爱乖，爱听话。无乖，无听话，人就会生气，就会甲你赶走。以前咱有妈妈，互人赶走啊，会用去找妈妈。即马咱已经无妈妈，互人赶出来，都无所在去啊。姐姐，妈妈是安怎会死？妈妈破病啊！妈妈是安怎破病？妈妈是为着要饲咱，欠甲破病姐的。姐，我敢袂用个替妈妈死？是安怎袂用个？我遮尔细汉死袂要紧啊！妈妈死，咱大家都拢无妈妈。佩佩，你还阁细汉，等将来你大汉啊，就会知影。我不爱大汉，我只要妈妈莫死。紧困，明仔载透早，咱就要来去看妈妈。姐姐，你咧？姐姐阁要做功课，小等才来陪你困。嗯。妈，阮离开你了后，明仔载是第2届，伫你面头前团圆。会记头一摆的时阵，是冰冰过生日，你一个一个甲别人介绍，阮感觉真是巧人送走。也毋过你还阁徛伫阮的身躯边，听着你讲话的声音。啊，明仔载咧，伫阮面头前的是一堆土，甲一块冷冰冰的梦白。妈，阮即马才知影，什么是死？死，就是妈妈消失了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冰冰乖哈，爸爸伫遮哈，乖乖乖，爸爸伫遮哈，乖乖乖哈，冰冰乖。婉婉，你嘛知影冰冰行单位讲哦。哦，知影，有一届伫咧台南的旧厝，我甲冰冰2个人。冰冰，爸爸。妈，你去困啦，我会伫遮陪冰冰。等玉玲身躯若洗好，我会叫伊抱冰冰去我的房间内底困。
彬彬啊，你爱乖乖对爸爸哦。嗯，妈妈安安。阿爸，这张相片放伫厝内底，看起来足无爽快。哦，对，是我唔好，我袂记摕落来啦。阿英啊，你哪会还唔去困啊？哦，伊叫到遮尔大声，我困袂去。哦，你是真久无听到伊咧叫啊，规工啊惯气就好啊。阿英，阿哥阿伯，要不要困哦？都是安怎啦？无啥物啊，你去看东东玩玩啊吼。安怎？真好啊！哥阿伯啊，你明仔载等去布袋，囡仔想要去念香，我带因来去就好啊。秋霞，我的囡仔拢倒来看你啊！妈妈这段话的时阵，妈妈已经走啊，去找恁爸爸。恁来答应我，今麦做一个乖囡仔。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